天气在反冷，中华分园有一个国小的老师，18早起带学生在慢跑的时阵，可能是温度上低，向心肌太昏倒去，加在经过抢救，人有救回来。医生就提醒民众，天气在反冷，运动进前都要先活动筋骨，让身体较烧到一寡。穿黑衫这个老师，18早起8点外带学生走运动场，结束了后徛咧开讲，错向倒向遐，当场无喘气、无心跳。代志发生伫咧中华分园国小，迄当阵学生随通报学校的护理师甲教职员，持续改做 CPR、AED 电击，听候救护车到位。现场小朋友马上通知我们的护理师还有教职同源，那我们就马上分工合作进行 CPR、AED 的急救，还有通知救护车到场。那后送途中，我们建立输液及血糖检测，制作心电图，给予线上指导医师判读，后送彰化基督教医院。学校的师生到抢救，结果由消防员接手，了后送中华基督教病院。到病院的时阵，分别指数是9，确定是心脏塌气了后，随做心导管的手术，放心脏镜啊。目前已经恢复意识，生命现象稳定，要伫加护病房。目前意识清楚，生命真相也稳定，然后也有及时做心导管的手术，放了支架。非常感谢就是校方他们第一时间的处置。台北季风持续影响，彰化县18这一天，就发生3件到病院进前无喘气、无心跳的事件。气象署讲，19透早北部上低温干12.4度，中部13度，南部15.5度。医师提醒，气温向降低，若要运动，就要先暖身甲补充水分。运动的话，一开始应该要先有至少10到15分钟的暖身运动，避免一开始就做过于激烈的运动。再来就是冬天的时候，通常人可能会忽略水分的补充啦。另外，高血压甲心脏病拢是高危险的族群。若出门头壳甲颔骨都要包好烧，若是胸坎杂杂、胸坎会痛，手机无力顶，都要赶紧去予医生看。记者综合报道。